親愛嘅朋友，你人生中有冇試過，因為等唔切一份工嘅 offer， 一段關係嘅答案，又或者係一個重要嘅決定，就衝動咁做咗啲令自己好後悔嘅事呢？我哋好多時都會面對呢種心急如焚嘅考驗。今日，我哋一齊嚟聖經，發掘一個關於等候同愛嘅深刻故事。喺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上第13章，記載咗掃羅王嘅故事。佢嘅軍隊面對強大非利士人，軍心動搖，正等待先知撒母耳獻祭。但撒母耳遲遲未到，掃羅眼見軍隊散去，心急如焚，佢竟然違反上帝命令，自己獻上咗燔祭。呢個決定會點影響佢呢？當撒母耳終於嚟到，佢對掃羅講咗震撼人心嘅話：你做了糊塗事了。撒母耳記上13章13節。呢個急躁嘅決定，令掃羅付出慘痛代價，最終失去咗皇位。呢個故事提醒我哋，上帝嘅時間永遠最好，我哋只需憑信心，用愛同耐心去等候，佢嘅旨意就會顯明。